心啊。还有一首，还有来。节奏，就是那个节奏，我们好不好？这样子讲它。哦呀，哪里有一年？哦哎呀，哦呀，哪里有一哦呀，一年呀，哦呀，哪里有一哦呀。等一下，这个歌啊，我们请我们台东乡亲朋友请往前面站，一上来。如果你认为你是原住民的话，林晨阳，还有我们三个请啊，林子王稍待一会儿，我们要唱歌哈。来，往前移动，注意旁边的红绿灯哈。哎，这是我的妹妹，跟我长得很像，可是她长头发。那个是我的表妹，在前面啊，这边，往这边走。来，我们一人给教唱好不好？因为我们这个在东华大学，是东华吗？啊，是东华，他专门就是教一些原住民跳舞。他为了要传承这个原住民的舞蹈，他高中毕业他没有去外县市。我的表弟很认真的在花莲东华大学，把他所学的东西交给任何一个喜欢学那个第五的，对，我会是在前面吗？很像是错误哦，我先帮鼓一下，前面往前，往前一点，往前，哦，抬到脚了，抬到脚出你们的自信后，不要看到人就害羞，好不好？尖叫声！节奏好，会唱歌的应该也会节奏吧。记你完没有代表你要马上下去，谢谢。我们还有一。